国民党的台北市议员徐卡心初六暗时公开几张相片，讲这民进党的台北市长候选人陈时中伫咧自餐了后咧，对一名女性可能有乱摸的行为。陈时中表示，千万唔通跨度公告侮辱人格。黄珊珊也讲，身为一个女性，拢认为无应该安尼生，看一个影就生一个囝，谴责这款行为。也来讲到这有风声讲，这蒋万安要辞掉伫未来边选战，蒋万安表示会照伊选举的节奏伫咧进行。从年底选前，前联联邦市长周兴成出席记者会，头一届为民进党候选人陈时中徛台，韩国国民党台北市议员徐卡心初六暗时伫面册打出真侪张相片，指讲陈时中伫参会了后，甲其中一个女性的手牵安安。抓风车执行长张敏仪是讲。抓风车为囡仔的笑容服务，甲政治无牵碍。这个场合是抓风车的参会，呼吁徐卡心停止攻击。没有所谓的咸猪手这个问题，然后那是一个公开的场合，然后看图说故事的方式对人格的污蔑，我觉得是不应该的哈。身为女性，我也觉得不需要被人家做这样的影射。我觉得大家关心的应该是这个城市的未来。然后，一个竞选团队如果用这样的方式去操作，我觉得不管是蓝或者是绿，我觉得市民都应该谴责。陈时中亲身出来陪会，对手蒋万安表示，列对相片加讲话，不过应该研究是安怎媒体辛苦翕的相片无用，是受到什么款的压力？但是蒋万安嘛传出选举前可能会是立委抢得票数。我都是按照既定的选战节奏跟计划进行哦，该做的事我都会做。选前剩最后19天，各方积极伫抢票。无党籍候选人黄珊珊初六展开骑脚踏车走遍台北12区做些活动，最后一站转来到台北市政府。郭文哲原来送伊公事包代表团成，希望会当吹高一个选票出来。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看这新北市的选战，民众党新北市长候选人高虹安去向逼出讲，这涉嫌诈领助理费。今仔日伊甲姓李的前助理两人之间的对话记录全部公开，证明这朱先生确实有在做国会助理，也甲资料交出去要告检举的人。不过国民党林经玲今仔日继续也讲高虹安有占用加班费，甲助理的加班费摕来运用。那民进党的心肺方式，搁再呼吁高虹安做人就要老实。新竹选战将闹热，国民党候选人林耕仁指控民众党高虹安涉嫌诈领助理费，调查局北基站已经展开调查。高虹安提亲身提出交代工作对话记录，甲捌强司会同事背书的影片，证明李中庭确实有做国会助理的工作。选天后的社群管理，或者是这个公务手机的接听，那以及6日的随行活动行程，其实真的，我说真的，他就质疑这个加班费的事情，说什么1个月46小时，我想请大家算一下，这样子的工作量，老实说，我自己在看完这些工作记录之后，我觉得42个小时都还嫌少。从来劳健保挂在哪一个事业单位下面，就跟他有没有从事这个事业单位的实质工作是没有相关的。高虹安感叹这段时间，走行程以外，还佫实质证据证明家己清白。对手林经仁马上佫逼空真济高虹安工会助理，自控制去年3月到年底，爱交1万到7万外加班费到办公室销户，质疑伊将助理加班费做小金库使用。担任助理还要上缴金额，金额接近高办同时期可申报的加班费总数，更没有听过用助理上缴的钱用来支付给非立法院助理的薪水。由此可见，高委员已经把这些钱当成自己的小金库。高虹安面对这么多的争议跟质疑，诚实回答才是上策。新会方阁一摆强调，请高虹安老实面对证据。针对林经仁的质疑，高虹安国会办公室发声明指出，公积金是来自干部赞助公用钱，要安怎开迄块甲立法院公费完全无关系，专由行政主管处理。高虹安无解释，李中庭捌承付总方费，了后佫向办公室请款。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9合一选举伫要到咯，若阵这确诊者违法走去投票，这张票敢有效力？台中市选委会表示，这确诊者若阵走去投票去互检举查到，会依照违反传染病防治法罚钱，但是这选票有关是有效的。不过执行选务的公诉表示，这确诊者的名单一直变来变去，若阵一开始就要查出来，恐惊是有困难的。
公所人员当地整理大家做好的选举人名册，为册别开始提供予民众来看。所内还阁有不少选务的工课爱无用。西屯区是台中市第2大区，光是市长选举会当投票的人数，都有183059个人。不过要确认这出门投票的人敢是确诊者，公所讲这是有难度的。名单上是看不出来，因为随时都有人确诊，一直到11月26号以前，那到底会有多少人确诊，我们真的是不太确定。根据台中市选委会统计，这一届市长选举会当投票的人数有2274520个人。台中市选委会讲，投票迄一天未主动查核敢是有确诊，卫生局嘛未提供确诊者的名单，除非是民众家己通报，或者是去互检举，才会去系统内底查这个人敢是有确诊。我们只能靠这个法定的传染病的系统去做最后的一个确定。我们会通报那个卫生局来做处罚。那可是他的选票你也不知道有效。台中市选委会嘛表示，确诊者虽然依法是袂当出门，不过若是违法去投票，就算已经领选票了后再去互检举，也是会当完成投票。不过投完了后，会以违反传染病防治法来裁罚。现在民众对确诊者要安怎投票，嘛有无同款的看法。把这东西造出来，那是不是好像是有点歧视确诊者的概念？会担心的人，我们还是要顾虑到他的感受啦。卫生局于选举当日会派员进驻应变中心，协助确诊者资讯及时查询。如经查获违反防疫规定者，将依指挥中心的规定处理。台中市卫生局表示，除了会派人伫现场协助，确认敢是确诊者的身份，体温超过38度的人，嘛会安排去防疫专用的投票区来投票。中选会表示，确诊者若是违反规定出门投票，会由地方卫生主管单位依法来处理。不过，因投的票也是互看作是有效的选票。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台北市敢有欠电力，这也变作是选举的焦点。经济部长王美花早起表示，台北市无欠电，问题是伫咧送电。台电已经和台北市政府沟通，要安怎利用商务变电站来解决用电的问题。不过，这变电站要设伫遐，引起居民反对，这届选市长也互提出来讨论。电力需求增加真紧，红埔变电所要找地址甲起拢真困难，造成地区性用电问题。举例来讲，伫个中孝东路6段玉成变电所有停电，瓦面体引起居民反弹。当地里长也指出，上近的所在就伫隔壁。我们都不会同意的，因为那个下去就是比较对身体比较不好吧。找较郊外的，卖大这市区安尼，对囡仔有啥物影响？咱就是会烦恼啊。变电所也不是万能的，也会发生问题啊。这样子对附近的民来，它还是一个深藏着一颗未爆的炸弹而已啊。如果有一天爆发出来的时候，那对附近的民宅，他们要怎么去处理？电磁波是不是对健康造成危害？如何拢有记录？里长强调，变电所不应该设伫个人济所在。针对限电议题，经济部长王美花表示，台北市并无欠电，问题是伫输电，希望中央地方合作规划商务变电所，解决台北东区用电问题。绝对是有电，如果没有电，不会是台北市没有电，它就是有水，但是水管太小了，你一定要盖这个相关的大水管，这个水才能够进来。他一直不来盖水管啊，重点是台北的缺电是现在进行式，卡在那边这么久，他开完几次说明会，然后他就不见了，然后现在告诉我们说他很急，这件事情我从来不觉得他很急啊。农村产业为商务变电所向民进党指挥高嘉瑜及台电地方说明会，和高嘉瑜反对了后就停落来，要求中央唔通过闪过这个问题。高嘉瑜伫并且发文回击，爱黄珊珊唔通下职，指责台电未当解决问题，台北市府应该负责提出方案。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一阵意外，这台湾一只渔船上庆号伫北太平洋海面掠鱼的时阵，说是熊熊坠毁。加在附近的中国渔船甲48人救起来，不过还佫一个菲律宾的船员失踪，目前也等咧搜救。
头前的时阵，台湾籍的松庆号含着火海个不出乌烟，福建时阵中国籍的永发1号马上来救援，将救生船当中的船员接到船顶。这代志是发生伫七日松庆号伫北纬42度39分的北太平洋作业的时阵，船体导火，船员赶紧逃生。船顶有台湾籍2人，中国籍3人，印尼籍11人，菲律宾籍33人，总共有49人。其中48人互永发1号救起来，另外还有1名菲律宾籍的船员绝失踪去。渔业署的监控中心会密切监控我们的渔船的动态，包括要求我们在附近作业的渔船协助搜救，发现任何生还者的话，能够救起是我们目前最重要的也会观察失火那艘船的目前的动态。目前他船上等于是船员通通离船了嘛，可见他的事故是有一定的相当大的程度啦。那至于说保险的理赔处理这条船所损害的程度，保险公司会去评估啦。松庆号的船公司派2条游船来接回48名船员，包含永发1号甲真济者伫附近作业的台湾籍渔船，继续是出代志的海啸搜救。因为2月，一只台湾籍渔船伫所罗门群岛水下救9名失联的巴布亚纽几内亚船员。事后，中国政府煞透过官方媒体讲救援是中国政府的功劳，引起台湾政府不满。反驳是空吹报纸的白插会，事件要引起外国媒体注意。两岸在彼此的事情方面都有可能互相救助对方的渔民也不是很罕见的状况，所以应该就是要平常心做处理了，人命第一为考量，避免做过度的一些政治上的诠释或政治上的操作，这应该是比较正常的现象。学者认为，目前伫松庆号的代志，也无看到中国官方媒体出现抢讲的情形。相同的是，还有1个人失踪，人命关天。现阶段也是救人第一优先，才是人道精神。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国内民邦的市场是冷期期，军创的高层10月减薪水了后，即摆有风声讲机票厂商同款受到影响，这高阶的主管也着爱减薪水，而且伫旧历过年了后，就会进行裁员。在去经济部长王美花表示，受到国际局势减少订单影响，这民办产业受到冲击。不过目前是无听到要甲员工死头路的代志。科技业景气不好，军创高层10月减薪水，顶月的关键零组件驱动 IC 业者营运更加艰难。传出有指标厂最近高层经理人也减薪水，显示电子产业景气落差。高层的部分自动减薪，那他让以身作则，让员工能够理解大家共体时间。国际趋势的问题，面板业确实是受到的冲击是在第一线，然后那因为这个家用这个电子产品都需要用到各式各样的面板，所以它如果需求有一些萎缩，那确实就会受到冲击。王美花讲，因为国际局势影响，民办产业确实是上受影响。不知最近传出高层减薪水，呼吁基层员工爱强度艰难。进一步观察科技业的营收，也有落差出现。亲像天域科技营收报告，今年10月是12亿6054万，比顶个月减少2.8%，比去年同期减少44.6%。统计今年1到10月营收也年减10.8%，引起各界重视。科技高层减薪水，是不是只是第一步呢？帅气是不是带动再弯调？会不会因为要缩减营业成本，会不会有可能他们就要面临到大波的裁员？我们的这些厂商呢，都是跟员工一起打拼起来的，所以这个厂商。其实他需要的是大家更多的鼓励，那他们也会好好照顾员工。强调目前无再弯调问题，不过不止 IC 面板产业落差，观察去年台湾上市贵公司伫中国大陆投资收益写一年的高点，不过如今回到台湾，却创下8年来新低。王美花指出，这是厂商做分散布局，只是电子产业营收想要好转，上紧恐计等到明年顶半年。库存去化了后，才有机会。记者综合报道。讲到 Facebook 这间公司改名做 Meta 了后，业绩确实无进步，股价也大落，今年就落73%。美国媒体也报道讲 ，Meta 会进行面册成立以来上届大规模的裁员，而且一届要裁就是几6000人，时间就伫这个月切到。
面测公司伫去年10月改名Meta了后，业绩无好的具体数字放在眼前。今年以来，Meta股价673%。媒体报道指出，Meta 一定会裁员，而且裁减人数会有数千人以上，时间点就伫找到。面对大家询问，Meta 只请媒体参考执行长萨克伯格进行发言。迄时阵，萨克伯格是安尼讲的 ：At Meta, we're focused on building the fundamental technology that will help bring the metaverse to life, whether that's in virtual reality, augmented reality, or the social presence layer across both. 伊迄时阵佫讲到2023年底，公司整体净值规模未有啥过大变化，毋过少数成长程度真好的部门仍然会增加，其他大部分部门以维持平盘或者是小可减少。另外，执行大规模裁员的 IT 大企业是推特，马斯克自电动车甲太空事业了后，佫变社群网络。为事前到完成收购了后，马上大砍人数员额。除了执行长、财务长等高层马上走人，员工也被开除50%。员工为7500人减少到3700人左右。不过马上发现有数只嘛员工对未来发展真重要，所以推特呼吁这员工回来上班。因为在中国政府坚持清零政策之下，不止上海等大都市继续封城，连请20万员工的富士康荷兰郑州厂区也规个封锁。员工为道理封锁，走出厂区的画面伫网络流传。因为郑州厂是组装 iPhone 14 Pro 的重要基地，员工大批道理和3年大热。路透社引用分析指出，甲第三季8000万支 iPhone 的出货量比，第四季会减少200万到300万支。公司新闻时间真便宜。讲到中国疫情是搁再加悬起来，到初六为止，本土病例已经超过5000例，其中广州市就增加1900多例，而且海珠区有关是重灾区，着民众透明离开这海珠，是伫咧当地政府宣布集体隔离进程来逃走离开。也来讲到这地铁站、公车站，今仔日也宣布讲部分的车站无营运，引起民众反弹。暗暝时阵，车客满车路。中国广州海珠地区民众赶伫初5实施3天静谧管理开始前，透明开车离开。11點半啊！你而家望下，幾恐怖！真係封控啊嘛！聽講話靜默2天喎，海珠區我哋呢班人，我哋依家呢個群基本上都係。為畫面會當看到中國官方出動上100台大型巴士，載上萬個廣州的海珠地區民眾去外縣市隔離。再看看群裡拿出去2天成了陽性，真的太嚇人、太恐怖了。中國疫情đang快速增加，到初六增加本土病例突破5000例，廣東上嚴重。今日廣州市就新增加1935例，創下歷史的新冠紀錄。官方連日宣布廣州地鐵、公車部分站點停運，引起廣州的網友罵講，今日敢講停運，唔敢宣布什麼時陣恢復。因疫情防控需要，2022年11月6日運營時間起，廣州地鐵2號線洛溪站停止對外服務。海珠區這個新增感染者也是數量是創了新高，很大程度上也是因為奧密克戎變異株傳播速度快、隱匿性強。中國堅持動態清零，容易封控引起民怨。唔那廣州，初時暗時中國內蒙古自治區呼和浩特市有一個中年女子為樓頂摔落，查某囝想要衝去看媽媽情形，不過因為防疫，規個大門封條的無法度出去。在救護車半點鐘後趕到現場，已經未赴搶救，發生無法度消送的遺憾。官方公布，這個查某人有精神問題，想要甲封控的壓力脫離關係。不過隨後，內蒙古呼和浩特市當局對疫情封控提出7項不准，包括不准封居民的門、單元門嘛袂使封，小區的大門嘛袂使封，攏總7項不准。記者綜合報道。來看美國期中選舉佇初8要來舉行，上屆接近選舉的這個拜六禮拜4的時陣呢，現前總統奧巴馬和川普加上現任總統拜登3位總統級的助選員，攏去到關鍵州賓州進行催票。上屆新的民調顯示，這選民上屆煩惱的就是經濟和通貨膨脹，共和黨有機會並盤，一屆就把參眾兩院攏摕落來。美國期中選舉進行的超級州外，前總統奧巴馬甲總統拜登初六佇賓州鬥陣，為參選州長的沙皮洛甲參議員費特曼助選，將比選民上關心的經濟甲通膨問題。奧巴馬強調，只有民主強大，經濟才會更較好，也向少年選民發聲。Younger people especially
are less likely to vote in midterms, and that hurts Democrats because younger people trend in a more progressive direction. 关键州宾州的参议员选情限制停滞，拜登支持的费特曼5月向中方，引起甚是色情的质疑。最近，甲川普支持的有名艺术候选人奥兹进行电视辩论时，也限制共同可见。目前政治行民调中显示，两人民调是5-5坡，无分关系。川普初在宾州推销共和党候选人的时阵，也一直重复家己要再战至控制住总统大会。Look at all of them. They must think I'm going to announce for president, and that's a lot. 美国4年一摆其中选举是检视总统执政以来内政甲外交对策的表现。虽然最近就业率继续看好，联邦红字也减少一半，不过高通膨甲恶化治安依然拖累民主党。华盛顿邮报甲 ABC 新闻网的最新的民调显示，49派合计选民倾向投予共和党，48派人要投予民主党。安尼差距也显示美国社会这2年对立。 2 days is the most important election in our lifetimes. It's going to take shape in this country for decades to come. 这摆其中选举要改选全美36个州长，甲参议院100席当中35席处，众议院全部435席。选情分析出预测，大部分选民关心经济衰退甲通膨问题，共和党有机会掌握参议院较济席处，搁重新提回众议院。拜登任期了后2年时情恐惊限制摆开局面。公司新闻张淑芬评价。 为着要纪念建立海上自卫队成立70周年，日本初六伫新内川的相簿湾举行国际观览式，当天有美国、南韩等10个国家18只军舰参加活动。日本首相菅田分享伫咧致辞的时阵强调，会加强日本国家防卫能力，来应对东海、南海和日本附近环境的挑战。 大型军舰伫海上航行，直升机降落伫美国瑞金号航空母舰。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穿着外套，由美军海军上将的陪同参观军舰。日本为了庆祝创设海上自卫队满70周，初六伫新内川举办国际观览式。岸田文雄致辞的时阵强调，要加强国家的防卫能力，来应对东海、南海，甲日本周围环境愈来愈严峻的挑战。 我が国を取り巻く安全保障環境は急速に厳しさを増しています。海上防衛力は我が国の戦略環境を大きく左右するものです。 岸田表示，北韩发射飞弹真济届，最近飞弹搁飞过日本空中，加上俄乌战争的影响，互国际更加关心亚太情势。日本嘛会伫5冬内底加强国防能力。迄一天，美国、南韩等12个国家的18只军舰嘛参加活动，这是日本国内20冬来头一摆举办国际观览式，嘛是南韩伫日韩关系降温了后7冬来头一届参加。 自北韩为初二开始连续4天发射飞弹了后，切北韩中央电视台报道，批评美韩联合军演是挑战和地区局势变加更加紧张的抢声行为，北韩会采取军事行动来应对反制。 터키는 우리 국가를 직접적인 목표로 겨눈 침략적 성격이 매우 짙은 위험한 전쟁 연습이다. 이번에 조선인민군이 단행한 대응 군사작전은 적들의 도발적인 군사적 망동이 끈질길수록 우리의 대응은 더욱 철저하며 더욱 무자비할 것이라는 报道表示，北韩伫初2到初5捌模拟打击敌人的空军基地甲空中目标，而且用有核电厂甲大型工厂园区的南韩沿海城市为山做目标，试射2粒战略巡航飞弹，模拟瘫痪敌人作战指挥系统，而且出动500只的战机做大规模的空中作战演习。国际新闻台是同编译。 乌克兰首都基辅市长伫礼拜时阵表示，因为这发电站去互罗西亚军队空袭，无排除未来会全部停电停水，甚至是停止送烧气。这市民也得爱撤离到其他所在心理准备。附近的波兰也烦恼讲，这罗西亚会甲非洲还有中东的移民规大阵送来到非地这个所在，利用移民来造成混乱。因即马也当咧起抢围啊，要阻挡一寡人入来。 街路敢若细拍灯火，反而甲行路人提手电啊得救。乌克兰3城发电站互俄军攻击，基辅民众已经关系限电生活。 Якщо це йде на благо Збройним силам України, то тільки за. Мы понимаем, что это
Это временно, до нашей победы. Поэтому мы будем ждать, мы будем бороться, и это не проблема для нас. 暗过寒天要到啊，情况恐惊搁较害。支副市长七日接受专访的时阵坦白讲，首都恐惊面临全面停电停水，也甲无法度供应烧气。 І від цього, наскільки ми будемо підготовлені до різних ситуацій, наскільки ми вистоїмо, від цього залежить і майбутнє країни, і наше з вами майбутнє кожного з нас. Тому потрібно бути готовим. Ми не виключаємо, ми прораховуємо різні сценарії для того, щоб витримати, для того, щоб підготуватись. 支副市长呼吁市民最好上歹拍算，包括要有铁力手段的准备。同一天，总统泽伦斯基嘛警告，俄军可能中伏攻击基础设施，首先就是能源设备。乌克兰电力恐惊会阁受损。邻国波兰嘛伫赶工应付俄罗斯所来可能发动移民攻势。波兰国防部这个月初指出，伫立陶宛甲波兰中央的俄罗斯飞行基地加里宁格勒。 最近增加不少为中东甲北非来的航班，怀疑俄国打算甲去年被俄罗斯同款，要让非法移民笼罩去波兰边境。 Zdecydowałem o podjęciu działań, które wzmocnią bezpieczeństwo na granicy Polski z obwodem kaliningradzkim poprzez uszczelnienie tej granicy. 波兰政府要沿210公里长的边界搭建2.5公尺宽、3公尺宽的临时围栏。去年被俄罗斯和真侪移民走入的时阵，波兰嘛采取类似的做法，阻挡非法入境者。不过，今年赶人的做法也引起人权团体批评。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 因为咱人平均岁数增加，搁再加上这婴仔的死亡率有伫咧降低等因素，这地球总人口数一直咧增加。这联合国预估讲，全世界人口伫11月15就会来到80亿人。人会定定伫中国北京的大街小巷，目前中国有全球上济人口数，不过最近这几年中国人口的增加有放慢，到明年都去印度超前。 越来越发达的这样一个国家的这个节奏之后，其实慢慢的生育率都是在下降的，这本身就是一个趋势。对于全球这个80亿的增长，我可能就没有太大的概念。 所讲的全球80亿增长是指联合国估算，全球总人口数一定11月15会到80亿人，到2030年差不多85亿人，2080年会破100亿。不过，这个数字甲其他的研究单位原来有争差。联合国说明，世界人口的增长率伫1960年代最高峰，不过因为生育率降低，所以2050年数字可能会降0.5%，为平均预期寿命的增加，搭配生育率甲高龄人口比例趋势来看，会当推测对低生育、劳动力、高龄医护这个各方面的影响。身边的人其实都不太愿意生孩子，生育人群的这个工作压力会很大。另一个就是房价特别高，第三个呢就是大家核心的观念其实还是比较自我一点，就是大家过得舒服还是比较重要。其实是害怕结婚，然后害怕那个被束缚的。想让年轻人这个人口出生率高的话，国家还是给一些生第3胎，给一个加大的一个激励或者奖励政策，或者上幼儿园啊，上给补助啊。但是报告内底嘛讲，因为世界人口的增加放慢，所以到21世纪末，死亡率会开始超过出生率。到2100年，预估全球人口每3个人当中都有1个人是伫非洲。记者综合报道。各路项防疫规定今日开始放零咯，这确诊者的隔离时间改做是7+N天。若讲到这大做伙接触者唔免隔离咯，另外也取消旅行团、健身房、绕境、8大行业等等呢，爱做3档疫苗限制。到公共场所，即摆也免搁再强制放体温啊。量体温、酒精消毒双手，较早入去公共场所，这是袂使无的流程。也有强调举办大型活动，嘛爱做3期疫苗证明。这次开始全部取消。指挥中心放令4大防疫的做法，包括确诊者隔离放令为7+N天，作为大接触者改做0+7自主防疫。期间隔离行入历史，也取消旅行团、健身房、绕境、8大行业等疫苗做3期零。到公共场所严免强制量体温。我看到我还是会用酒精消毒啊。我们有一个医护组，我们的镇头，我们也宣导他就是自我管理啦，
你觉得身体不舒服、有发烧，那你就不要来。好，那我们也有造册。疾卫中心顶礼拜公布国人自新冠疫苗保护效益分析，无分年纪来看，自3剂高端疫苗对预防中重症死亡率的保护力拢达到90%，敢若输 BNT。不过在野党质疑数据的可信度。把这些资料整理好，可以来了解一下，那各个不同的疫苗到底他们的保护效力各是怎么样？这个不是针对高端做的。国民党团阁开记者会，批评政府独立护航高端，要追究相关官员的行政、法律加政治责任。最夸张的是，由卫福部的疾管署代写提出这个效益报告。卫福部为什么独立高端是谁决策做成的？疾卫中心讲，审查资料是透过大数据资料库统计分析，完整的报告会选期对外公布。咱国内新冠疫情初次新增加本土16538例，确诊案例也是以 BA.5 占较济。不过顶礼拜验97个内底，出现一个本土头一个 BQ.1 的变异株，研判是社区感染，而且感染源不明。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咱台湾高龄化真严重，根据内政部上最新的统计，到今年第2季，这老大人家己住伫厝内的超过68万户，其中只有一个老大人家己住的就51万多户。伫咧台北地区，家人既然是上介济老人户，32万外的老大人爱家己处理生活当中的大小事。徛伫咧社区活动中心的舞台顶，大声唱家己熬唱的歌。伊是今年93岁姓宋的女士，虽然平时家己大，毋过逐工参加舞工活动，甲厝边啊里长来往，享受生活。很快乐，尤其是有大家，尤其现在你们年轻人都好会生活。有愈来愈侪独居长辈会选月租型研发体来度过家己的老年生活。提供很多的英法的这个课程跟活动来让他们来上，因为我们希望就是说，他在我们这边能够不断的抗老。根据内政部上新的统计，今年第2季，敢若老人住的主体头一遍突破68万间，其中敢若一个老大人家己住的高楼梯有51.79万间，若是甲全国分做7大区，双北、嘉南、宜兰，敢若老大人住的上济，超过26.4万间，其中高楼梯达到20.67万间，占全国高楼梯的比例超过30%。这应该是双北、嘉南、宜兰将近32.5万的老大人有家己生活。什么发生什么事情，那领长就很清楚，然后呢就随时反映到里办公处。这种独居的长者，他有什么样的需求，我们领长都会随时去注意。从原来的住宅问题会变成社会问题，甚至是一般的国民健康问题。以目前来看，的确是需要很多，例如说这种公办都更啊。或者是用一些住宅政策活化的方式来协助这些独老。黄思维认为，对高龄少子化、无结婚无生的结构性影响，在了无问题的长辈，除了有自有主体，也有乐龄体养生村会当选。不过，若是原本生活就困难，佮无厝的独居老人，相关主管机关应该甲主体政策的功能做进步，提供社会主体以做养老、少年老人做伙大以外，嘛会当整理全台湾无得用的空间活化再利用，安尼无法度应付台湾走向超高龄化的难题。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故宫最近一直逼出文物保存的管理问题，立法院教育文化委员会初次去到故宫考察，除了要了解库房文物的保存和管理以外，也要查清楚这文物损害过程和原因。监视器画面明显能看到工作人员拍开盒仔，结果灰也无细字落出来。故宫最近陆续传出有典藏文物廃弃，立院教委会组团考察，院方也第一摆提出事发迄时阵的关键影像。我认为，包括这个提存取的作业，都应该要有一个明确的作业系统。光是陶瓷器的部分，大概就有300多件。那这300多件情况下，到底是属于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却长期以来都没有好好去检讨我们系统面上该怎么来做改进。到底过程是怎么样子？那我们要怎么样子能够建立更好的 SOP， 更好的环境？立委要求查看一件到底敢是影像，才能排除文物被人调包，或者是更加了解自然损坏的原因。故宫如何管理甲保存文物，成做最近的焦点。研究故宫文物库房，应看到文物保存甲相关作业空间。故宫承认，目前文物包装、完成材料选择，也有空间规划，拢有改善的所在。
不安全的作业空间，所以我们必须改善它。南部盒装、包裹、捆扎2种方式，正逐渐的在汰除改以南部盒来取代，一箱多包、一盒多件的情况必须改变。外地评委拢讲到马政府时期的黄河、兰州、普救道的钟表花灯，互人切掉的代志，高强指出，店铺毕竟已经完成改变定数，查无这代志的处罚记录。代志发生了后，无进行修复记录，会启动档案清查甲物件检讨，完成清查了后会公布结果。检察院向3名干会主动申请调查，要了解各样文物损害案件的相关代志。记者综合报道。天气发冷，这水温变低，伫高雄林园的海洋湿地公园，伫遐有一种鲜血水体，数量一直在增加。当地保育团体也发现，讲水体出现的时间偏英国国家早，目前初步估计有15000多只。明年元旦的时阵，当地水体的数量有机会来到5万只。挖过水池，民众用手机翕相，嘛有人详细伫遐看，就是要看一种倒掉的水池，鲜血水池。跟想象的不一样，想象的不一样。对，想象的不是白色透明的吗？它这个看起来像珊瑚哎。长期关注当地生态的林园爱乡协会发现讲，今年林园海洋湿地公园的水池数量增加袂少。9月初，公园内底的水路都有看到水池，比往年还佫较早，范围嘛加较宽。较特别的是，较早要看到遐尔济数量机会无大，不过即摆一个手煞看到遐尔济。今年到现在为止，在这个排水道这个区块。这个数量已经超过1万只以上，那这个小水母还在不断的发生，还在不断的增加，而且一直顺着水流游到我们的滞洪池里面去。协会研判是流入去湿地公园内底的水，有的是用附近人工饲虾啊、鱼啊，用湿的废水来循环再利用。水内底有真侪营养的成分，提供微生物成长的养分。内底嘛有水草、海茄等的气根，形成有利的成长环境。因乐观预估，明年1月初1日后，水池的数量会到5万只的新悬。不过嘛，提醒民众，伫看的时阵唔通去甲吸，因为这种倒吊水池有淡薄仔毒性，而且若去甲吸到，水池嘛有可能会受伤。记者综合报道。伫咧2002年，台东县太麻里有成立原住民的腊户学校，不过3年前发生火灾，甲学校内面的传统排湾的文物拢甲烧了。经过各界关注，重新起来，这腊人学校即马也以新的面貌和大家见面。伫台东太麻里乡排湾腊罗兰部落的腊人学校，内底拢是有历史传统原住民腊人的文物。不过3年前的一场大火，规个是拢乌有去。创办腊人学校20多年排湾的族人萨克洛，休2年多了后，接受外界赞助，原地重建。伊讲重建了后的腊人学校，同款会传承英国甲大家安怎甲大自然共存的理念，而且会更较有系统，甲大家认捌大自然，做传统腊人的工具甲射箭，也有去山顶做体验。伊讲全新的腊人学校是属于大家的。Hunger School 它不是部落，它也不是排湾族，它是属于全世界。我们应该用这种更开放的心境跟心态。目前腊人学校伫部落的族人甲志工的参与之下，已经特别完工，也有澳洲籍的志工嘛来遮斗3工，因为伊认同腊人学校教育的理念。我喜欢原住民，我喜欢他们的生活，还有这里的海，跟澳洲是一样的海。萨克洛强调讲，即马腊人学校会严格遵守以大自然的教育为主，并不是观光区，所以袂对外开放，互人参观。不过会开放互学校用医药的方式来进行学习甲交流。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招募更较侪人来投入这环境保护，行政院环保署打算要办环保执行体验工作坊，开放予高中职以上的学生来报名，透过环境稽查等等的课程，互因了解到环境工课的内容甲价值。环保稽查员用无人机测量空气污染，这是稽查工课一部分。环保署头一遍举办环保职人工作坊，现场嘛有空气甲水质测量的机器，希望高中级以上的学生报名参加，认识环境稽查的议题甲相关的知识。我们生活周遭工业区它的空气品质变化，那知道它变化的时候，可以透过这变化去了解说有没有可能有偷排，我们要去做稽查。那我生活周遭如果车子很多，可能污染物也会上来。藉由这样大家一起来做好
环境的一个努力。要互外界了解环保工课的日常，环保署规划环境稽查、独载风球等等的体检，开放全国高中级以上的学生报名，嘛有环保教育公民科学家的课程，开放给一般民众。计共有8场，希望对于环保有兴趣的人，通加入行动。未来的整个环境保护人员的需求。那我们这次的工作坊的有3类，我们希望大家来了解环境保护职场上需要的相关职能是什么。那我们也希望我们的高中职以上的青年学子可以来参加，成为我们的生力军。环保署表示，未来面对净零碳排等等的任务，需要成立军加入，嘛希望透过相关课程来定根。即阵开始就会当上网搜找环保职人，去环保署网站来报名。12月初就会伫全台各地陆续开课。记者陈文调随台北采访报道。伫咧屏东东港有一位艺术家叫做柯万里，伊是木工雕刻的师傅，用写实的方式把讨海人的生活刻落来。伊也希望讲，这款渔村文化会当对着作品流传落去。伫工作室一道一道钉金雕刻，东港的艺术家柯万里早期是在做宫庙的建筑雕刻。但是后来因为中国人工较俗，台湾的师傅渐渐无市场，所以柯万里从20年前开始转型做艺术创作，用木雕记录故乡的渔村生活。受到大环境的影响，所以我慢慢思考说，从事我最熟悉的环境，东港。东港大概就是渔民比较多，开始去摸索，用木雕。去记录一些渔民的生活。柯万里从做囡仔就看阿公阿爸出海掠鱼，对讨海人的生活特别有感触，就以制作主题雕刻作品。太太对伊的坚持也真认同。而且我有一寡朋友来参观，伊讲伊看到迄物件，伊讲伊看到的，就是讲伊感触很深，讲竟然阁有人甲这物件。以创作的方式，拢甲记录落来，所以我也感觉讲足欢喜的，继续甲支持咧。每个20人的一些生活背景环境都不一样，所以也会影响创作。所以可能这个我是希望可以继续发扬一些海洋文化，继续传承下去。无论是传统的戏法，也是丰收的表情，拢刻甲真有路。但是渔村的文化当地消失，柯万里师傅毋望用伊一生的技艺，甲讨海人的共同记忆保留落来。记者综合报道。涉水窑是南投溪地乡的在地文化，农会特别邀请艺师、甲学生做花仔，佮甲红茶茶米保存伫红仔内面，希望甲溪地乡的花仔也佮红茶这两种文化结合做伙传承落去。学生出去粗批，也无倒画图，也是写字，只是南投溪地乡举办的做花仔活动，为着要传承在地涉水窑文化，社区特别邀请涉水陶第2代陶艺师来教，互溪地高中的学生会当体验到上传统的陶艺产业。画了一个王冠。他觉得捏陶这个手工觉得怎么样？很好玩啊！柴烧的特色就是高温下的迄灰烬，会甲迄灰仔夹伫面顶时阵，伊的灰烬融化，然后也产生不同效果、不同颜色，这都会变较独一无二，就出来效果看起来较古朴色安尼啦。用在地白线涂料做粗批，放入去装窑内底用茶烧，根据温度、角度、材质，甲皮肤夹伫灰仔的程度，会烧出无共款的形。落尾烧出来粗灰仔唔免夹油，可以保持原地的面貌。这就是涉水窑的特色。因为呢，我们涉水窑呢，在我们这边已经蛮悠久的历史。今年呢，我们希望由我们在地的大师，就苏文凯老师，帮我们做我们的这个窑烧。窑烧出来后呢，专程装我们今年比赛我们评鉴赛红茶评鉴赛的特等奖。今天这样的体验活动呢，我想让我们的一个鱼池的小鱼儿对家乡有更深一点的一个认同，也让我们小朋友能够走入社区，跟社区做一个很好的一个接触。甲溪地乡出名的红茶茶米，放入去用茶烧的灰仔内底保存，红茶就特别香佮甘甜。这个活动唔但让溪地乡的陶艺甲红茶文化顺利发展，也帮助学生认捌在地产业，对家己的故乡有更较深的认同。记者综合报道。
台北市推动老厝文化运动，第24个文化聚落草山行馆伫11月初7开幕啊！这园区计共有6个建筑物，结合自然历史甲文化，后面将来参观的时阵，也会当一捌到在地特色。一片千景艳的树木当中，会当看到6间外馆用石头砌起来，内底煞是日本插头建筑的园区。这是草山行馆。英国这是日本殖民时期的糖业会社招待所，威权时代嘛捌是蒋介石的居所甲行馆。营运单位表示，草山湿气真重，而且阁有硫磺，所以整理起来前后拢总10年。但其实它最大的问题就是因为它硫磺气，然后每年的这个气候的变化其实很大，所以我想在电器啊，包括在建筑物的维修上，其实都需要花更多的功夫。草山行馆是台北市推动老厝文化运动的第22个文化聚落，伫遮除了会当看到一寡历史文物，嘛会当看到干道边缘甲观音山，甚至阁会当啉到在地的茶芳。文化局表示，希望用历史来带路，让民众认捌在地的特色。我们希望借由老房子文化运动，能带动在地的一些文化特色，同时跟观光产业能够做结合。用10天时间修复的草山行馆，伫11月初7开幕，以主题园区为概念，结合自然、历史甲文化。台北市文化局邀请民众有闲来坐。记者麦尚营曾派文台北报道。嘉义市文化局最近邀请新住民甲移工参访市立博物馆，除了详细导览展出的内容以外，也透过座谈的方式了解因对博物馆的想法，希望接落来会当规划配合新住民共同参与的展览。那其实可以好好欣赏一下屋顶上面交趾陶这一门艺术。博物馆导览人员向来参观的新住民甲移工了解博物馆的收藏。因拢是第一届来到这，对展出的物件拢感觉真新鲜。透过邀请到我们的移民移工朋友来到嘉义市立博物馆来参观的过程当中，去感受到博物馆它其实就是要去开创一个让一般民众可以透过展览的方式去认识这个城市或认识各种的文化。环境不错，然后也觉得说就是可以让小朋友也认识到他自己生活的环境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它的由来是这样的，对。除了邀请移民移工来参观甲讨论，博物馆嘛希望伫未来会当甲因做伙举办展览，和博物馆的内容会当呈现丰富的文化。那我们就是希望有更多的市民能够进到博物馆，那不管是是对我们这个规划的议题有兴趣，或者是对我们博物馆有兴趣的民众，都可以因为这个活动，然后更对于我们这个就是嘉义市立博物馆有更深的认识。应该是没有办法一次就很了解，但是这样子可以启发了我们。让我们会有一点更了解这个地方，因为我们毕竟还是在这边生存，这对我们来说是还蛮有意义的。嘉义市立博物馆表示，为去年开放到今，博物馆已经有20多万人来参观。这届举办10场的导览座谈会，嘛邀请民众用民主参与的方式来讨论博物馆的内容甲规划，希望刷来会当让博物馆的内容唔那在地嘛，更较多元。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来看希腊因新完工的地铁，伫车站内面呢有展示希腊的古文物，或者车头唔那是车头，也亲像是一座的博物馆。连接希腊上无形的港口城市派瑞亚斯甲首都雅典机场之间的新地铁，其中一段连通道的透明玻璃地板下骹，有真侪西元前4世纪的马赛克地砖甲陶器等文物，互行过人敢若伫咧参观小型博物馆。We have proven here in Piraeus that they can coexist, and the result is obvious. I mean, here in this station, it's almost a museum. 派瑞亚斯地铁是伫咧地下17公尺，开10年时间学，总共有6座车站。今年9月完工启用，这寡电力的文物就是伫咧工程期间学出来，真侪拢是2600年前的物件。为了要互乘客更加了解当地历史，希腊文物机构发挥创意，把这条希腊上重要的现代化地铁路线，甲历史结合做伙。Και με αυτή την έννοια μπολιάζουμε πρώτα-πρώτα την καθημερινότητά του με κάτι ευχάριστο, κάτι δημιουργικό, κάτι καινούριο, κάτι άλλο, κάτι που μπορεί να έχει στο μυαλό του την ώρα που θα πάει το τρένο. 希腊的历史真久，伫咧工地内面学出古文物无伫咧稀罕，不过命乱保存甲维护是真重要。派瑞亚斯路线伫咧起的时阵学出来古文物，全部拢放伫咧特定的保管室内面，
有一寡正伫咧进行修复。其中上特别的一件就是一座茶门，因为惊讲会歹去，就嘛个浸伫咧净化水内面保存。Δηλαδή να το σταθεροποιήσουμε κάπως για να μπορέσουμε να το σηκώσουμε, να το μεταφέρουμε χωρίς να στεγνώσει και χωρίς να σπάσει, γιατί επειδή είναι βρεγμένο είναι πάρα πολύ μαλακό. 除了这个电力的古文物以外，伫咧派瑞亚斯路线中点站，希腊文物机构一个复制古希腊时代特殊的灌溉系统的模型，会让看出这个国家对文物保存甲重视历史的程度。公司新闻金元庆编辑。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吉人到新竹对21度到27度，苗栗到云林对20度到29度，嘉义到屏东对20度到30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0度到27度。平湖金门马祖对19度到25度，还有未来3天气象。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